Hello，我係保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管理唔明系列。今日我哋要傾一傾一啲好常見但又唔太容易理解嘅問題。自汗呢個話題對好多朋友嚟講都唔陌生，尤其係夏天一到，汗就不停流。但你又知唔知道點解有啲人出汗並唔係因為天氣熱或者運動緊，而佢又一直出汗呢？今次我哋就用中醫嘅角度探索一下呢一個自汗背後嘅秘密。講真，夏天出汗大家都習慣，但係如果你啲汗唔係因為熱或者勞累，而係喺一啲睇落普通嘅情況下都不停流，咁就值得留意啦。中醫講，自汗多半係身體內部陰陽失調嘅表現，唔係單純出多汗咁簡單，要細心辨證。我哋首先嚟睇一下一啲比較常見嘅類型。第一類就係營衛不和，即係身體嘅防禦氣、衛氣同養分營陰唔平衡。呢啲人可能會時候覺得冷，又怕風，仲會酸楚，甚至會有寒熱交替嘅現象，舌苔薄白，脈就偏緩。睇呢啲症狀就好似身體喺內部分裂咁，揾唔到一個穩定嘅平衡點。治療上最重要係調和營衛，用桂枝湯就幾常見。呢個方子可以幫助增強身體嘅抵抗力，穩固體內防禦。另一個常見嘅情況就係風濕雙表，即係身體有風濕邪氣侵襲，形成自汗又怕冷，手腳麻痹喺條件底下出現。呢類人啲汗可能唔多，但卻唔停，仲會感受到風邪喺身體表面徘徊。呢啲人如果唔理會，可能會越嚟越嚴重。建議用防己黃芪湯，既可以驅風，又可以固表。仲有一類就較為夏天出現嘅陽明熱盛，呢種情況多見於外感熱邪，表現為汗多、熱得咁樣，面色紅、口乾、舌苔黃，十分口渴，手心亦會覺得熱熱㗎。呢啲就唔好忽視，要清熱瀉火。傳統用白虎湯最啱，不過記得啊，要喺醫師配方下服用，唔可以亂嚟。再嚟就係暑傷氣陰，夏天太熱，身體嘅氣陰都被損耗啦。呢類人常常會口渴、胸悶、汗不停但又熱，臉紅舌苔黃，脈則洪大無力。呢啲情況最適合益氣清暑，用清暑益氣湯幫補身體。除咗以上情況，仲有氣虛同陽虛。氣虛嘅人係會凍多啲汗，又怕冷，容易感冒，面容淡白，唔夠精神，要用補氣固表嘅補中益氣湯。而陽虛就偏向肢冷，面色淡，腹脹，大便溏。呢啲人陽氣不足，要用溫陽斂陰、腎氣丸加上補中益氣湯，幫助溫補腎陽，收斂汗水。咁講咁多，其實自汗你話嚴重唔嚴重，都係一樣要揾專業醫師面對個案。中醫最重視辨證論治，唔係一個方藥適合所有人，因為每個人身體狀況唔同，要因人而異。其實古籍素問就講過，陽加於陰，謂之汗，即係汗係由陰陽調和得嚟，唔係身體內面出咗問題就唔應該出汗。今時今日我哋都知道，氣虛、血虛、濕邪、陽虛甚至痰都可能引動自汗。身體內部嘅平衡一旦打亂，就似火燒般變成汗多，身體唔舒服。講到最後，我想話依家大家都仲好緊張，疫情同埋流感，生活壓力大，自我照顧更重要。唔好等到自汗變成困擾，趁早揾專業中醫幫忙辨證，調理身體，保持身心健康。如果今次嘅內容啱啱好幫到你，記得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等我哋下一次又可以探討更多中醫嘅有趣話題。好啦，下次見啦。